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是章求主日耶稣入耶路撒冷圣城啊！伫遮咱们做伙来用和散那这条歌来撒个来俄勒主。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咱着这声俄勒主的生命，权能荣耀归乎主上帝。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咱着这声俄勒主的生命，权能荣耀归乎主上帝，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哦，兄弟姊妹。邀请大家，你若方便的话，吼，你若不方便，无要紧坐的，吼，啊嘛莫对这个人有任何的不一样的看法。你若方便，无需要，请你咱做伙起立，做用这条歌来俄勒主，用肢体来敬拜主。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咱着这声俄勒主的生命，权能荣耀归乎主上帝，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咱着这声俄勒主的生命，权能荣耀归乎主上帝。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和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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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之冠上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咱着这声俄勒主的生命。权能荣耀归乎主上帝，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兄弟姊妹，请坐。安尼，你有感觉你的精神活起来无？哦，有一届兄弟姊妹讲，咱的俄主哈利路亚，伊礼拜煞来甲我讲牧师，有当下礼拜坐足久哦，骹麻手麻。等下唔知要行落去食爱餐，所以讲牧师有当时嘛爱起来动一下。到最后一届吼，咱用和散那，按做拍拍也无要紧吼，来。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咱着这声俄勒主的生命，
权能荣耀归乎主上帝，和山啊归赐我上帝。我愿光归予咱的主。大家大欢喜，学落来吟诗，顺声的情女主，主的情行义，天顶之大日父，好平我的主，一时在地作为降临叫为伊，大家我欢喜，学落来吟诗，顺声的情女主，主的情行义，天边的囝儿，大大有福气。好山啊，好山啊，大地的福的，咱主早所立誓，天的祖家，一时已经荣耀，永恒到万世，做伙出声来吟。天边的囝儿，大大有福气。好山啊，好山啊，大地的福的，大家来迎接，学落主上帝。好山啊，好山啊，大地的福的，定民宝座为呀，荣光归天白，地面和平稳定，久等到万世，做伙出声来吟。大家来迎接，学落主上帝。好山啊，好山啊，大地的福的。大家来祈祷。至圣的主，你伫搬过节前入耶路撒冷城，是为着要过搬过节期，犹太人伫圣殿来敬畏上帝，煞伫入城，众人话讲何山啊，何山啊，众人争对围困，甚至错张手机铺因的衫伫路里。耶稣谦卑徛如入城，你得到地上众人互你极大的荣耀甲荣光，总是你行往天父所要指引救赎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主，你伫受到众人的喊法，我今仔日嘛用欢喜的心来荣耀主。你伫地上徛如谦卑入城，迄种欢喜，迄种荣耀，伫阮的心中，互阮焕发。主，你是何山啊，何山啊！你是迄个拯救以色列、拯救全世界、拯救我甲众人的迄位救赎的羊羔。迄个祭坛伫十字架顶，你流你的宝血，真做洁净阮、洗清阮的罪的宝血，亲像迄个献祭羊羔爱流羊的血。主，你用你亲身的血来赎回阮，愿主你帮助阮。今仔日阮的心欢喜，愿你互阮的心来欢喜来迎接你。接续一个礼拜，阮还伫受难，伫耶稣受难的内面，甲耶稣你
同受难，甚至阮来甲耶稣你同顶十字架，阮才有法度甲主你相反来领受你赐予阮迄个高我。愿主你帮助阮，我的心真正是愿意来敬畏你，甚至赞美、称赞、出声，学了主你的圣名。虽然阮无棕树枝，我嘛无铺这个衫裤来迎接你，总是阮的心被办好，真做迄个顺城的正女子，真做迄个圣城的正百姓。愿主你是阮今仔日的礼拜，伫棕树主你的事，互阮来经历主你的话，伫阮的生命的中间来起造，来建立阮属灵的生命。献就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礼拜前，搁一届提醒兄弟吼，咱甲咱的手机关静音。咱来唱会情诗405首。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列我的祈祷，望你应我，我要入你的圣殿，少念你极大的仁慈，我心坚坚，心坚坚，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
代表的予的和散那，伫主的名来的得到俄乐，伫至悬的和散那。来吟圣诗86首，威严君王徛如进前，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威严君王徛如进前，百姓沿路出声欢迎。罗帐铺衫铺装手机，温柔救助对遐过去。威严君王徛如进前，谦卑自在，不是真行。这是基督开山路顶，脚也时时做我官兵。威严君王徛如进前，天顶天君看这情形，献出悲伤可怜同情，观看救主面临牺牲。威严君王徛如进前，最后到前别至目前。天白这地阳光星星，在等你所我有成行。威严君王徛如进前，谦卑自在，不是真行。下头忍受热的苦刑，然后上天才将官兵。咱愿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11，启应文11。好，现着我来请兄弟做伙来印。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佮心无奸诈。我若点点毋认罪，你的手暝日当当刑罚我。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通找到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会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
歹人会受真侪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咱做伙额头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阮的爸，阮的上帝，感谢你为着阮人的罪，赐落圣囝，为阮定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洗清阮的罪。感谢耶稣基督，你本是上帝，却正做人来替阮死，互阮会当照着信来得到永远活。今仔日是中秋主日，是主你骑驴迎邀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的日子。沿路百姓铺衫铺中秋旗，喊发和散那和散那，迎子君王入圣城。无拍算，几工后，上款的一群人话讲定伊十字架，定伊十字架。我无明白为什么有遮大的转变。对圣经的记载，我终于了解，这个祭司法利赛人经学士，若毋是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就因无法度解说耶稣所行的神迹，甲耶稣的权柄。总是因所想象的弥赛亚，是要带领因拍倒罗马帝国，恢复大必强盛王国的君王。耶稣却毋是安尼，所以耶稣若无死，就因的传统，甲因的权利就会丧失。群众是真好善动的，当因所支持的人若无合因所想象的款式，因就甘愿钉死耶稣伫十字架顶，嘛毋愿承认伊是弥赛亚。主啊，求你怜悯，嘛求你赦免阮人的软弱甲愚妄。2000多年来，阮人也是安尼，为了权利，为了金钱，为了种种对家己的利益，选择家己爱行的道路。阮看见苏俄甲乌克兰的战争也未煞，美国、以色列攻击伊朗的战事嘛还在进行。逐个人、逐个国家拢有因家己的理由甲讲法来支持因所做的代志。伫阮台湾这2冬来嘛真混乱，有人想要掌权，无少手段煽动人民。逐个人敢若相信因所要相信的，造成社会真大的对立。主啊，求你怜悯，教示阮会晓分别是非。你伫受这场战争，教示门徒爱彼此相听。所以阮知所行所做的，若是出于怨恨，这是撒旦的作为；所行所做的出于疼，这就是出于圣神，嘛是主你所以来的。主啊，互阮会当学会晓听人，听这个土地，听这个世界。愿你的国临到，伫天里，伫地里，哪像伫天里。我来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献诗圣歌队，因要唱的诗是耶稣伫克西马尼。
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两位，咱先来看第一类，出埃及记12章第1节到13节，旧约125页，出埃及记12章第1节到13节。上主伫埃及地对摩西甲亚伦讲：恁着用即个月做恁的正月，做逐年的头一个月。恁着对以色列人全体会众讲：即个月初10，逐个人着照家庭准备羊仔，一家一只。若厝里的人少，
一只羊仔食袂了，就甲隔壁厝边做伙准备，照人数，照逐个人食的分量准备。恁着对绵羊也是山羊选一只一岁无缺点的公的羊，恁着甲羊仔留到本月14。伫黄昏的时，以色列全体会众着抬羊仔，因着摕一寡血抹伫因食羊仔迄间厝双边的门徛甲门楣。迄暗着食羊仔的肉用血烘，甲无架饼苦菜做伙食。袂用得食青的，甲用水煮的。肉着甲头、骹、腹内做伙烘来食。这个拢毋通留甲过早起。若留甲过早起，着用火烧掉。恁食的时，腰着下咧，鞋着清咧，手着举拐仔，嘛着赶紧食。这是上主的搬过节。迄暝我要行透埃及地，拍死所有的头上生的，无论是人也是精生，搁要审判埃及所有的生命。我是上主。恁若有伫恁的厝抹血做记号，我一个看到，这个血就会对恁遐搬过去。我拍埃及地的时，毁灭的灾难袂临到恁。搁一位伫新约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第7节到13节，191页。第7节，拄甲节就是着抬搬过节羊羔迄日到啦。耶稣找彼得甲约翰，甲因讲：恁去准备搬过节的晚餐，咱通食。因甲伊问：你爱阮伫倒位准备？耶稣甲因讲：恁入去城内，会拄着有一个摕水盘的查甫人，恁缀因去，伊要入。恁缀伊去，伊要入去迄间厝，甲迄家的主人讲，老师在问，伊甲伊的门徒要食搬过节晚餐的客厅伫倒位？迄个人会报恁看，楼顶一间宽好势的大厅，恁就伫遐准备。因去。看到逐项甲耶稣甲因讲的拢相款，因就伫遐准备搬过节的晚餐。下面讲到，丹牧师的题目是搬过节的羊羔。咱同心来祈祷。太堂的主安，感谢你，今仔日是主的圣日，嘛是中秋主日。阮来到主你的殿院，伫遮。愿欢喜而乐，用主你的话讲，着分箫、弹琴来而乐主，嘛着拍鼓来而乐主，用诗弦的乐器甲箫、大声的拨、甲悬的拨来而乐主，而且搁伫主你的殿院欢喜跳跳舞来荣耀主你的圣名。当众人喊发何山啊何山啊！祝你极荣耀，受到世上的欢迎。虽然毋是亲像君王坐伫马上，总是亲像先知书所预言迄个骑驴谦卑入城。愿上帝你施恩互阮常常欢喜。欢迎你踮伫阮的心内，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今日是中秋主日，今日用搬过节羊羔，因为咱伫经节有读到要收即个搬过节的暗暝的晚餐，
耶稣吩咐彼得甲约翰去准备搬过节的宴席。要耶稣要教因做伙食。门徒问伊讲，要去地准备，耶稣就甲因指示：你入了城，有人摕到一个什么货？水棒，一个水瓶。咱即摆现在来看的是一个热水瓶，一个钢杯也好，一个水壶也好，伊就甲门徒带去迄个客厅摆设好势的所在，伫遐因要做伙来收搬过节的晚餐。愿上帝想帮助咱，中秋节、中秋主日，也是讲伫受难周这段时间嘛，拄啊好是犹太人因节期内面上介大的祭典祭期就是搬过节、逾越节。逾越节毋是一天尔，伊爱守一段时间。迄段时间的人拢客伫即主集伫耶路撒冷城，所以是真侪旅外伫外地是有咧讲伫希腊、土耳其啊，伫叙利亚。黎巴嫩遐个所在，然后现今遐个所在，伫遐做生意，也是煞去遐生活。因拢倒来到伫耶路撒冷，等啊亲像咱台湾人咧过年的时，有人对美国倒来，有人对加拿大倒来，有人对澳洲倒来，有人对日本倒来，有人对去中国做生意倒来，有人对泰国倒来也好，对台北倒来，对高雄倒来，遮个出外的人拢做伙倒来过年，就亲像安尼。所以耶路撒冷城迄个圣殿迄个所在非常的热闹。耶稣当时对四个话，对拜四的迄暝受人奉骂迄暝，到伫拜五受定，到拜六伫坟墓礼拜有个话。所以咱今日每一个礼拜日，咱守主的圣日，咱坐伫遮。你坐在这里，你去好好的思考，今天不只是棕树节，而是耶稣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有没有真的很敬畏主，敬畏我们所侍奉的、我们所敬拜的主耶稣？对这点，咱来想看卖啊！我捌甲人约定讲，有一个未信者的姊妹，讲。伊要带我去拜访国小的校长，伊拄好礼拜日，伊知影礼拜日下晡牧师的礼拜四，伊来讲，牧师，下个礼拜四早上10点，我们在国小的校长室见。下个礼拜四下个礼拜四是哪一个礼拜四？结果到礼拜四的时候，牧师你怎么还没来？牧师你还没来？你不是说下个礼拜四吗？没有啊，就是今天啊。原来礼拜天是伊的领地啦，礼拜日是一礼拜最后一天啦。礼拜日是礼拜的最后一天，所以下个礼拜四就是礼拜四嘛，对吧？下个礼拜四嘛，对吧？我当作是下个礼拜四就是搁过来迄个礼拜四嘛。今仔日是礼拜日，是7日的第几日？头一日。上面的年轻人，你可以问 AI 一下，7天的头一天是哪一天？现在马上查。我知道你们很认真，在找手机的资料，也在看圣经里面的经文。愿主赐福你们。头不要低低的，看着牧师一下哈。所以你看，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有一天少年人，你跟我约定是讲，牧师，下个礼拜五我们要来教会练诗练歌。结果你是迄个这个礼拜五，知影无？我想咱的兄弟姊妹应该不至于是这样子吧？至少处理酒杯的人应该袂安尼吧？7日的头一日是礼拜日，我知影有的基督徒嘛是安尼呢。你看下个礼拜四赶快耶！所以我即马甲人约定，我拢会确定一件代志，几月几号。安尼较清楚，安尼我就知影讲是你咧甲我讲，你的认知是7日是头一日，还是最后一日？这个样歌是关系到生死的记号。中秋主日
甲搬过节的关联，就是犹太人因要守搬过节来纪念以色列因的祖先出埃及迄个救赎，上帝对因做路咧地，甲因带出来。因太阳过抹血来免除即个死大囝的灾难，因为圣经有讲，若无有抹血伫门倾门埋，天使安那就会入去走灭迄号的大囝，包括精生的头胎第一胎的头水的，所以想看觅，这是一个保命的记号。所以犹太人因着战战兢兢来准备羊羔，一岁左右的山羊港也是绵羊港也好，来甲因开始了后，厝伊的血来抹伫门埋门倾，成做一个拯救的记号。但是对基督徒咱，耶稣伫受难周，伫受难日的牺牲，敢若亲像迄个上帝羊羔一样，为着人类带来真正的救赎，甲超越死的迄个盘过，超越死的迄个愉悦啊！今日天使袂去恁兜，甲你讲我要处理的性命，袂。总是安那因为咱有耶稣基督伊所留的保血，来真做洁净咱、洗清咱的罪。所以圣诗有一首歌什么会使我清气？只有主耶稣的保血，对，只有主耶稣的保血，这句圣诗所以咱基督徒，咱是用耶稣诚做迄个咱伫搬过节，因为咱无守搬过节，即马基督祷告靠咱守搬过节。咱讲迄个受难进前有一个什么大灾节期啦，大灾节期，甲这是有一点相关啦。总是咱搬过节，只有犹太人甲犹太人有关系、关联到的人，因来守这搬过节，而且因即马守搬过节非常的高级，吃上等的羊肉，吃这个苦菜，吃这个都是很好的。我看那相片也会流口水，真的。耶稣伫搬过节晚餐，嘛是耶稣设立迄个圣餐。所以当牧师伫圣餐的时，伊有摕饼，对无？讲这是耶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因着今日来纪念我。有一个北部的牧师啦，伊可能是读阳明山药已经神学院的牧师，伊台语较无啥会晓讲啦，就耶稣摕饼注射，然后掰开，摕饼注射，到底是注营养剂啊，是注吗啡？原来就是注泻啦，台语念袂出来变成注。用华语念，射用台语念，煞变注射。恁拢无笑。今日会当笑，明仔载特别进入受难，其实即摆拢受难周啦。但是今日章求主日，大家用欢喜的心，明仔载8日暗时8点，咱就开始进入伫咱教会伫耶稣受难的中间，来咱做伙来思考，伫搬过节暗餐，咱思考这搬过节暗餐。就是安那，耶稣设立圣餐，耶稣摕饼祝谢，然后掰开，然后才会闻到。耶稣伫这安德烈摕着5个饼、2尾鱼的时，对一个囡仔摕着5个饼、2尾鱼，嘛是天来祝谢，掰开，拍破，愿主帮助咱。这是耶稣受难有记载。最后一顿的正餐，嘛是最后一顿的晚餐。所以讲，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这是甲门徒做伙啉食的搬过节的晚餐。开始耶稣的阴谋，伫马可福音14章第1节到第2节，就讲过2天就是搬过节，嘛是度假节。这时甲文士就想办法要用诡计来掠耶稣。但是伊讲，恐惊迄个日子毋好，百姓会起乱，因为耶路撒冷圣城足侪人诶，足侪出外人拢倒来。
所以咱想看觅啊，就伫守搬过节晚餐的前2日，就有安尼代志开始咧记忆法利赛人、文士这时头。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群众用樟树枝来迎接，甚至铺衫，那亲像耶稣行伫即个地毯安尼来欢迎。所以这时头，甲经学书因烦恼讲，哎呦，伫迄个日子可能无啥适度。当时最后耶稣嘛是行是为家路，即个犹大用30个犹太人的钱将耶稣来交互祭司头甲经学书。其实耶稣嘛知，但是伊坚定行是为家路，这是想袂过要发生伫耶稣身上的大事，嘛是上帝要成就的事。所以耶稣过活了后，伫以马五的路洲顶面有2位门徒，伊见证讲，拿撒勒人耶稣的大快乐、大能力，定伫是为价顶要救赎、拯救以色列百姓，而且伊无伫坟墓内面，伊已经过活，拯救犹太百姓，甲搬过节犹太人的祖先，迄个上帝拯救，拄好是上管。共迄个时阵来发生，樟树主日，犹太人咧过搬过节，今仔日咱过樟树主日，毋是樟树节啦，那个不是节，咱讲即个主日，樟树主日，就是耶稣要进入最后6日伫世间的日子受审判。咱常常讲樟树节主日甲放伫底梨仔，主要用即只梨仔。咱嘛期待主来用我，亲像拄啊带咱跳河山啦，莫讲用跳啦，咱着比一下动作，手活动一下，捌有人讲逐工拍扑啊，鼓掌拍手，会促进啥物货？血液循环，对，促进你的手，所以你逐工起来，你着学了做一面拍，这会帮助你的手，会灵活度。牧师50几岁啊，我发现我最近真正寒天到手小可会麻麻，是毋是？到有年岁拢会安尼。30岁的少年人，你可能想袂到，但是你日子慢慢来过到40岁、50岁，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咱的身躯会开始渐渐退化。可能在场的60岁、70岁兄弟姊妹，恁更较有感；80岁更有感，有90岁无？才有90岁无？所以咱想看觅啊，咱的身躯就是爱不断来叮当吼。所以遐妇女嘛是有感动主使用因众人欢呼好山啊，好山啊！迄只驴排着耶稣的身躯，耶稣活动，根据顶是物价拜5点差不多接近。中昼定，但是下晡3点就断开，圣殿的玻璃裂开，差不多约定3点外钟，还是4点钟左右。耶稣是文星啊，这是我的新约的老师当尊男牧师讲，耶稣就是文星啦。通常定日是假，有可能1天2天，有的佫较久的，甚至5、6天，还佫伫顶面，还佫会伫遐哀。所以甲耶稣当殿边有2个插头对吧？共款用顶是物件，虽然想看觅耶稣到底偌重，这驴载着耶稣入圣城，我一看到会众遮尔济，迄只驴伊嘛害羞呢，头咧咧。当大家伫遐看好山啊，这只驴都慢慢起来讲哪会遮尔济人？大家举樟树枝，伊足欢喜，伊就愈来愈窜，愈来愈欢喜，后来安那？大家看好山啊！伊想讲这可能是咧欢迎我，伊怎徛起来？耶稣怎想了？所以愿主帮助咱，这叫做讲咱要使用迄只驴的时，咱学习驴圣经是无记载迄只驴怎徛脚怎徛起来。当耶稣进入最后一礼拜的行程，咱对这来想，第一日就主日要入圣城的日。礼拜伊就去到圣殿伫遐洁净圣殿
甚至甲圣殿的人有所去可能耶稣的去变道，耶稣的生气圣经认为记载耶稣的情事啦，就是拿撒勒死啊，耶稣去到遐，耶稣哭了。那一段经文很短，耶稣流眼泪了。这届是耶稣生气，了第二日，伊甲经学士伫遐辩论。第三，这个记号已经形成，犹太耶稣已经有观察、洞察到犹太可能伫这12个门徒内面可能无顺服，嘛有可能伫这3日的中间，会众群众是迎接耶稣的圣城，总是有可能这些群众怎失望，怎想讲耶稣你无法度带领阮起来反抗罗马帝国。可能有的人伫反华的队伍内面，有的人可能无，总是嘛有人可能是反华的队伍的内面，在华人的队伍里面，他们也是支持耶稣的，支持到最后，支持到耶稣从定十架以来到12架的下面，就是有这的俘虏，是不是？有的人看到耶稣咧举12架迄种的过程，所以咱想讲耶稣到第拜4就是搬过节。修搬过节的这个晚餐，就是要准备，嘛爱准备羊，爱准备食的物件。第5受难，第6伫坟墓，第7日是耶稣割腕的日。犹太这个平常时咧管理这个小团体的钱财，伊用30块出卖耶稣，伊嘛表达。迄个抹耶稣身躯的迄哪搭香膏真有意见，伊讲这当卖300外块来拯救送乡人。耶稣受难的前一日，耶稣被出卖。伫犹太人食搬过节晚餐，因纪念因的祖先离开埃及，离开咧做奴隶的所在。伫搬过节的晚餐迄日，耶稣受了。咱看犹太历伊的。整个的中心点，就是迄个迄个度假节甲搬过节，嘛是咱的即个受难周。即只搬过节羊羔对犹太人来讲是安那救命羊，是延续因民族的运命的羊，嘛是犹太民族的救星的羊是他们的救星。所以家家户户你一定爱准备羊，来杀羊来处伊的血，而且即只羊是无缺点，意思就是爱完全无瑕疵，亲像祭物一样，对不对？咱献祭才有咧献无瑕疵的，这是要食，要杀来食，这最主要是要爱伊的血，而且袂当用水煮，当然会当用烘的。是毋是迄个时阵，大家训练因到旷野吃羊的方法，就是要烤羊来吃。你旷野可能要出水较困难，是毋是用安尼方式，爱互因提早准备，而且食的时间腰带爱绑咧，布鞋爱穿的，因为随时安那准备要逃难准备要离开埃及准备要走路所以兄弟姊妹，这搬过节羊羔对犹太人，因伫因的心中，这只羊是非常对因是救命，阁是延续因命运的羊。所以无论是绵羊还是山羊，咱就拣一只无缺点的公的。这只羊就留伫到本月14号下昏的时，全以色列人做伙，就是讲恁伫厝内摕羊出一寡花来抹伫门厝的顶面，门外甲门框了，用火烘，佮食无甲饼，佮食苦菜。为什么爱食苦菜？纪念因做奴隶的迄种的辛苦，运命的辛苦。而且假日袂当佮存落来，假日就爱用火拢甲烧掉，这是献祭
献祭天数，就是讲这是完整的，食无了的，就是安那，拢爱去互上帝啊！你毋通搁要早去旷野食，无，过早日就是用火烧掉，食的是药下的、下清的，搁乖啊爱准备好，得爱赶紧食，因为这是主的搬过节。因为在迄暝，这个火是记号，天使要来为因离开埃及，甲埃及人做最后的摊牌，就是无论对王宫内面的大囝，到伫一般百姓的大囝，拢爱受害。耶稣上帝是用安尼来留犹太人的性命。愿主是用帮助咱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是称做取代了迄只搬过节羊，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取代了迄只羊所流的血。耶稣伫十字架顶，互人气杀，互人凌辱，迄种感受到迄种背叛，你知影无？耶稣伫十字架顶迄种，是伊的学生，3年甲伊做伙食，做伙行路，做伙听伊分享讲道，亲眼看到新约医病赶鬼，甚至互5000个查甫人食甲饱的新约。迄个犹大甲伊出卖，所以犹太民族被兴起是安那赢过埃及法老，所以犹太民族来被兴起，所以犹太民族感觉因顶着救恩的时刻，就表示讲因的大囝会当用留，会当保存来传后寿，受难者的中心点，迄个搬过节。所以，愿主想帮助咱。当耶稣断开的时，咱知影圣殿的帐帘立做两边，安那个幔子从中裂开，表示咱人已经甲上帝安那已经定心好好建立迄个关系。澳洲有一个牧场。就那像咱的亲近农场吼，敢若迄个内面有几个外国工作人员，因敢若是对纽西兰啊、对澳洲来啊，因有饲牧羊犬表演秀，互大家看吼。啊，这个牧场诶，这个寮仔的顶面有一只羊的雕像伫遐，啊有人客来讲，啊恁这厝顶开一只羊啊。通常人是用人像，无咧用动物的雕像。啊，你敢会刻一只羊的像伫遐？主人讲有一摆，我伫咧厝顶咧修理厝顶掠漏吼，咧补强厝顶的时，啊有一大阵羊群吼，啊着对厝的下面的路安尼行过吼，这是厝顶，啊这是路，啊着位仔行过，啊伊一个无细意拄啊骨落去。了都跋落去，迄阵羊拄要行过嘛，迄阵羊是大张的。你莫看亲近农场迄个外国的羊是足多。我一届伫印度，我甲林牧师，啊，搁另外一个印度的同工，啊，搁一个司机，啊，搁一个马来西亚的牧师，安尼一台车，开毋着路去，啊，开甲装开，吼，迄顶底窗仔拍开哦，扭来会当看到满天星啊，迄无路顶也无啥。雄雄伫咧找路，咧找路的时，咧找路的时啊，就是，因为我拢困去啊，我拢伫咧拄久啊，迄司机拄啊喊一声我拄醒起来，夭寿诶，迄羊偌济，你毋知影？迄规阵的啊，我看袂着头前，看袂着后壁的，迄上尾一规阵好够侪只，规阵规群的啊，你毋知影？迄个雇羊的人真正是雇羊的人，伊着穿迄。草鞋类似草鞋迄种安尼啊，吼，无穿袜啊，伫遐，举一支偌长的德哥，若是德哥啊，啥物货，差不多为我遮到红人迄个所在，举一支伫遐看，伫遐看遐羊啊，因阮车要过遐羊无爱往过嘛，我就伫遐赶，吼，我想因那无饲牧羊犬，伫遐赶。你想迄羊仔呢？规群啊，
迄个主人无说去拨落去，煞地死一只羊啊！原本是迄个主人可能爱死，煞地死一只羊啊，迄只羊啊为伊死，伊怎甲伊捡起只羊啊吼，会上甲伊伫厝顶甲伊纪念讲，若无即只羊啊替我死，今仔日死的人是我，就无即个农场，就无即个牧场。包括这羊是要准备迄个救赎，是迄个备办好的救赎。对犹太人因的历史来看，就是迄只羊，就是要救赎因的民族，延续因的民族的命脉。到底即摆咱来看，耶稣基督就是迄个救赎的准备。耶稣毋是被动讲我要互你啊，我就好啊好啊。等死啊，等着被抓啦！该食暗顿嘛是爱食，搬过这暗顿该守的嘛是爱守，所以伊找彼得、约翰去准备，伊清楚知影讲，这搬过这是非常的重要。吼，而且伊佫甲拄甲坐做伙，爱食无甲饼。所以咱想看觅啊，当耶稣甲门徒坐做伙的时阵，迄个旧约的影要变做新约的实体，所以耶稣伫迄暝圣餐讲，伊摕饼。祝谢讲，毋是注谢哦，吼！我即要看恁的专注度吼，摕饼祝谢。这是我的身躯着恁拍破，因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佮旁边安尼讲，这杯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是新约。因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所以咱想看觅啊，这个杯、这个饼甲杯，虽然是一种真简单的食物，但是是耶稣爱来准备。准备，这羊羔伊的特质，就是讲爱完整，无瑕疵，就是讲伫律法顶面只有完美的祭物，才会当代替人的罪。所以伫申命记，拢会记载讲这利未记、申命记记载讲，这献祭的谨慎，伊应该对羊经无瑕疵的，无瑕疵。经无瑕疵，旧约包括这羊羔无瑕疵的特质，到伫耶稣这个完全的人，希望顶十字架，因连群众连去放走迄个做歹的犯人巴拉巴，却用无罪的耶稣来顶入十字架，包括这对苦痛变做甘甜。对犹太人，即马现代包括这暗顿是做气氛的，点蜡烛，然后先祝祷，这厝的领袖，这个家长，就啉一杯苦酒，这个是苦酒，这是餐前酒啦。了洗手，了将菜甲伊浸入咸水，来上顶因伫。做落来迄种老干吼，咸足咸的吼，会干甲迄个苦，爱食迄个菜浸咸水，安尼爱尝尝那个滋味。搬开一个无酵饼，将无甲饼甲伊掰开，了因为邀请松阳人做伙来食，了家长族长讲搬过一个故事，了搁啉第二杯酒，这就是救赎的酒。了后，佮洗手，来祝福无甲饼，然后无甲饼爱配苦菜食。有一摆，阮伫新行院要还原即种搬过节的晚餐就是最后的晚餐搬过节啦，就叫原住民对华人寄迄足苦的物件来啦，比苦瓜还要苦，但是它不是苦瓜，我可以确定，因为就是一粒圆圆的，很像番茄，但是它是绿色的。食起来比苦瓜更较苦，伊苦了变甜的，苦了变甜的哦。你马上用海苔这带象征性的做苦菜了这用用番薯，白番薯，食啥？食乌龙茶，叫做本土化。顶礼拜林牧师林必东牧师讲。黄宗辉牧师，台南新学院第一位台湾人的院长，就是情境化的神学，就是咱伫这个处境，咱用咱的材料，
咱用那元素，来做神学，来做神学，来，互咱伫咱的教会的故事安尼延续落，了祝福了仪式了，最后就是最后的祈祷，了有第三杯的酒，这第三杯的酒就是要邀请弥赛亚来。犹太人伊嘛咧邀请因的弥赛亚咧，因的弥赛亚亲像以利亚安尼啦，先知啊。因也无认为耶稣是迄个弥赛亚，但是咱基督徒是认为耶稣就是迄个弥赛亚。来唱俄罗斯，来唱歌了第四杯的酒，就是祝福明年，咱搁伫即个所在做伙守盘过节。愿主是阮帮助咱，即个苦变做甜是安那？犹太人要离开的时阵，就照摩西话讲，去甲埃及人讨金仔银，佮讨衫裤，埃及人讲，伫埃及人下眼前，因就伫遐明上帝恩典，直到埃及人将因所有的拢互因，意思就是讲，这物件拢互恁，恁紧走，恁害阮真凄惨，拜托的恁紧走，迄叫做摕钱放人的意思啦。意思就是类似啦，摕钱放人所以犹太人这办过节了，因要出来去，这苦糖变做甘甜。后来因伫旷野有一连串发生的代志，伫旷野40年久所以耶稣是赎回世间人的羊羔。来食办过节要有领下大腰爱下束腰。脚爱穿鞋，手揢拐，爱赶紧食。当迄暝上帝的使者巡行埃及地，读到酒样的血的，上帝的使者就搬过，留下人的性命。即个食剩的羊肉，隔工就爱全部拢用火甲伊烧掉，袂当浪费，因为这是圣物，这是要互上帝。这是救赎的羊羔，耶稣受难用圣餐，这嘛是互咱真做重新得救的记号。就是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受，只要你有洗礼，真做教会陪餐会员，你拢会当甲主同坐道来领受这个圣餐。虽然求上帝帮助咱，这重生得救已经无分你是倒一个族群，倒一个国家。嘛无限制你是犹太人，你伫基督的内面，一洗一信一主一神。有所人书4章第59、第60所记载，咱一个主、一个神、一个洗礼、一位上帝，你就会当做伙来守这个圣餐。这个礼拜四，台中义区，咱有伫咱的教会要举行联合的圣餐礼拜，邀请遐个姊妹，咱伫迄日做伙。来甲主同坐道，这是每一天拢侍奉上帝，每一届献的祭物其实拢有照因的规定，但是这祭物无一定会当拄做，只不过是仪式顶面，总是耶稣基督献一届真做永远的赎罪祭。现在耶稣坐伫上帝正边，这宝座的正边，耶稣的对着，变做伊的脚凳。变做伊的脚凳，因为耶稣一处伫祭坛顶面献，将做迄个献祭羊羔，伊嘛叫信的人会当得到永远。上帝设立盘过节，耶稣设立圣餐，这个圣餐的意义对这盘过节的暗餐，佮甲伊延续到伫新的用。虽然上帝帮助咱。互咱知，伫盘过节羊羔，除了有迄个犹太人因要食迄个迄个羊以外，还佫有耶稣是迄个献伫十字架顶。迄个盘过节羊羔已经互抬献祭，耶稣嘛受抬，最后又对死过活。出来及的犹太人，因必须爱闭伫厝里面，闭伫即个火的内面。闭伫即个火有抹火厝内，因袂当行出去，因爱闭的。路加福音的门徒是必须爱领受身躯的身体的火，因为耶稣已经甲因交代讲，这是我的身躯，得恁拍破。
恁着今年来纪念我。所以，迄个旧约的会，秘伫个会的内面，到底领受到即个耶稣的身躯，甲伊的会，咱进入即个信仰。包括这犹歌红台献祭啊，总是咱知影，咱的生命中间有主来赎回咱。再邀请咱的心灵，是毋是有主伫咱的心，咱伊的保护常常咧甲咱洁净，咱当心来祈祷。听堂的主，阮伫你的面前，阮当心来祈祷。主，你诚做迄个搬过节献祭羊羔，你取代迄个羊羔，迄个无完全无瑕疵、无缺点的羊。犹太人是利用即只羊来保全因的性命，因抹伫门埋门坑，因秘伫厝里，用火羊的火诚做因的遮盖。耶稣基督，你的保护嘛，诚做阮罪的遮盖，阮领受主你的性命，阮因为有你主你伫十字架顶所流的保护，你伫举十字架所流的血汗，你受着罗马兵丁的凌辱、配喙烂、侮辱，主你拢完全忍受，连主你的门徒彼得伫假咧啼的时阵，3摆无认主是伊的先生，甚至伊否认伊无爱，伊毋是甲加利利这耶稣是同一党的，伊毋是甲耶稣同一党，伊否认，他否认。主啊，有时阮是毋是安尼？有时阮是毋是真无愿意？主啊，帮助阮，搁再一次伫受难周来省查阮人生的生命，甲阮信主的意义，是毋是有对你来活出诚做基督徒的光甲盐来利益众人？求主帮助阮，互阮伫即个礼拜教会每一日的暗时8点，拢有聚会。无论阮是用什么种的方式，是安静灵修，还是吟诗，阮拢爱伫主你的面前来省察家己。阮伫教会是毋是阮有听兄弟姊妹？阮伫教会，阮是毋是有过去的失错，也是失误？还是阮一直无有熟练眼光来看见主你伫阮中间所已经互阮的恩典？阮是毋是有做伙来效念前人所留落互阮即间教会遮尔完整的土地？因为即块土地如今要伫要去市面上，遮尔完整的土地已经是天价，毋是一般人所负担会起的。总是阮的先人已经替阮备办。今仔日阮要伫礼拜中间来追思遮个大先远去的亲人，阮纪念因，当阮咧享受即栋建筑物，即栋礼拜堂伊的方便，阮有电梯，阮有地下室，阮有餐厅，阮有厨房，阮有干事来帮阮处理真侪事，阮有助理的教室。阮有遮侪的设施设备，是毋是阮有好好来管理，也是互阮的教会发挥伊真正上界有意义，就是为主你发光照亮这个社区。求上帝帮助阮，伫搬过节，伫受难周，主啊，请你来审查阮的心思甲意念，是毋是阮所讲的、所做的，是毋是合上帝你的旨意？求上帝帮助阮，求主你来帮助阮。献上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吟回应的是圣诗113首，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我为我歌
我路，求你来逃帮。你就是主庇稳定的君王，应全能的你，万民所尊重。求你大降临，的愿心掌管，献出你纯洁大光来救援。你就是我命，愿对你生存，一切恩惠，只为你所分。求你用信心宽容扶持阮，使阮有亏难，也只能顺转。主你有真实完全的温顺，你袂捌献出残忍甲痛恨，愿你想使阮丰盛的恩惠，对阮全下面和谐来徛起。拄起你我把泪茫茫，主你有应允，所心无空空，求使阮平安，主在甲确信。对你的归纳，互阮能坚信。请坐。咱下面要来清明敬祖的追思吼，应该清明应该是伫后礼拜啦吼，那因为后礼拜拄着咱的过活节吼，所以咱用今仔日来清明追思，咱用少年的心来看咱的先人吼。
咱下面来奉献，凭指示甲书信指示来书献。报告大生，先甲大家考试一下，咱过偌济到底日子安怎算？敢若逐年拢无共款是无？来，咱复习一遍好啦吼，因为伊有牵涉到新历，佮有牵涉到旧历吼。咱算法是安尼啦吼，春分，咱春分是看日头的吼，所以它是看阳历的。春分拢超伫3月28，这是固定的。春分了后，第1个月圆，搁过迄个礼拜日，安尼，咱用今年来算啦吼。春分3月22已经过啊嘛，咱过来拄着第1个月圆，月圆是旧历的15，咱今仔日是11，今仔日2月11， 15是拜4。春分过第1个月圆，搁过迄个礼拜日，所以后礼拜是过节。安尼有概念啦吼，真歹算，这我嘛记几啊当记起来吼，带大家算一遍吼。明年咱家己会当算看卖吼。3月22春分过了后，咱会当去看月圆了后，搁过迄个礼拜日，就是过节吼。好，来咱来看第3页金句。来，我读一遍，咱来读2遍吼。恁着对绵羊也是山羊选一只一岁无缺点的公的羊，出来及记12章第5节。来，恁着对绵羊也是山羊选一只一岁无缺点的公的羊，出来及记12章第5节。恁着对绵羊也是山羊选一只一岁无缺点的公的羊。
出埃及記12章第5節。好，咱頭前即個聚會表甲事項表，咱家己看吼。好，本來消息第一點今仔日是中秋主日，過來就是受難週吼。咱陪伴咱的主進入咱的受難週吼。咱今日有清明追思。第3點，主日禮拜後吼，咱關懷部佇迄個關懷小組會議吼，小組長吼，咱禮拜煞隨咧集合吼，因為禮拜煞咱等的迄個叫做咱的協會有要開年會吼，咱會先翕相，無要緊吼，咱年會咱才翕相的翕相了後小組長咱就接落去開會吼，所以咱禮拜煞咱若無代志，咱就緊去下骹一樓來集合。過來就是咱過來即禮拜吼。第5點，咱有受難週的特別禮拜吼，拜1甲拜5攏有吼。迄個等下迄個團契，咱家己看吼。上恩團契是拜1吼，婦女團契拜2，兄弟團契拜3，社青團契拜5吼。恁逐個團契攏佇即個時間吼，愛拜服祭甲獻詩吼。所以等下團契的部分我就無去報吼。咱的兄弟，咱會當拜1甲拜5攏來參加，二中的停車場會當來停吼。拜4是咱2區的聯合聖餐吼，換佇咱教會暗時啦吼，暗時換佇咱教會吼，歡迎大家來參加最後的晚餐。第7點，咱4月初5過啊，這主日吼，咱禮拜3咱有一個採集活動吼，大家團契有照大家團契的迄個路程來排吼，咱請照咱的路程吼來看吼，詳細咱家己照咱的團契的路程來看。你若要參加會請報名吼，你會當甲各團契報名。你若無參加團契，咱會當甲安琪報名。因為迄天咱刷了後，咱會準備便當。所以咱若無報名來參加，咱會較困擾。因為到時便當會減。所以你若要參加，你先報名。咱就當來訂便當吼，咱便當當訂較準啦吼。好，過來第8點，迄個韓國三一教會吼，咱有要邀請咱去參加團宣吼。迄個詳細佇公布啦吼，咱若有興趣的，咱當去公布啦看。你若要佫較詳細，會當問陳牧師吼，伊會當甲你做解說吼。好，來第9點，迄個新安講咱來去領厝吼。第10點，聖港分單表已經出來啊吼，咱若佇線上的，咱會當對迄個咱的小組長遐摕到迄個電子檔吼，恁若有安排時間的，請你家己注意吼。4年的讀經計劃繼續咧進行吼。好，團契部分我都有報告過吼，恁照恁家己的團契後禮拜的練習的時間大家愛注意一下吼。好關懷協會。部分他都有講吼，咱會員大會等下禮拜3隨參加，所以咱大家唔通走吼，咱緊落下骹緊翕相吼。迄個集體關懷的部分，咱等下請牧師來帶導。教界消息咱家己看吼。第7頁有頂禮拜的奉獻，而且報告做領收。若準有錯誤，也是有漏交的，請我本人來做更正。好，請牧師。介紹新的人客。王詩雅姐妹，伫咱中国歡迎，咱拍拍歡迎哈。赵一妙老師介紹吼，咱即條要當心來祈禱，咱為着耶穌受難，咱的心甲耶穌同受苦，咱當心來祈禱。聽堂的主安，要為着阮的心意，主啊，你受難，你為阮受苦。你受鞭拍是槍插，你所受這個傷痕，互阮的心得到醫治，嘛互阮佇主你聽的內面來經歷，主你怎樣為着阮來犧牲你家己，懇求你用你的疼主愛來款待阮。嘛，互阮用心來學了讚美主，因為主你為着阮對死過活。這個禮拜，阮用安靜的心
来到主你的面前，避免喧哗，避免出外旅游，用较侪时间安静伫主你的话语来思考阮的生命，是毋是阮活的是旧的我，抑阁是旧的我，无得到换新，无得到主你的更新，求上帝帮助阮。做你用着你是搬过坐迄个羊，你的祭坛献祭的所在是伫十字架，十字架嘛，真做阮拯救宝贵的盼望，是记号。迄个受刑罚见效的十字架，真做荣耀的十字架。主你的话讲，阮军队里来背十字架来军队里，是主阮。每一个人拢有家己无共款寸尺、无共款分量的十字架。有时这十字架是阻挡阮来聚会、来礼拜；有时这个十字架是阮厝里的人信仰甲阮无相款，来提醒阮；有时这个阻挡是阮的囝儿是说，因为侪的操烦。互阮爱为着因常常伫后面来替因祈祷。有时即个十字架是我工作、事业、家庭、贷款压力，求上帝帮助阮。这个亲像保罗先生所讲，无法度阻挡主你的疼，无法度阻挡阮甲主你的疼的连结，因为伫圣殿，迄个布帘已经离开人甲上帝中心结合，透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死，到伫主日礼拜日的透早，迄个空的坟墓，就是你过我的记号。主啊，恳求你，阮伫拜一甲拜五，互兄弟姊妹，主你的灵亲自来呼召因，来启示因，互因会当来到主的圣殿。伫上班了后，伫下课结束了后，伫工作了后，暗时8点，来到主的圣殿，来甲耶稣同受苦。只有甲耶稣同受苦、同受定，阮的罪才法度顶伫十字架顶。主迄个宝血擦消洗清阮，互阮成做一个更新的人。愿主帮助阮，愿主你的灵亲自来呼召你的百姓，呼召你所竞选的囝儿女。今日阮所回顾，伫阮的亲人代先阮离开世间，有的是阮的长辈，有的是家后，有的是先生，有的是兄弟姊妹，有的是囝儿逝世，有的是阿公、阿嬷、阿祖，看到这些亲人代先阮去，有的伫世间劳苦白疼艰苦，有的长岁寿，甲90外岁、100外岁，主你恩召因，荣耀归天家。主啊，看到这亲人的相片，互阮的心搁再一次得到主你互阮的安慰，因为因一定到伫主你所为因备办的厝体。天后迄个主搁来的日，有一日阮会伫主的内面搁再见面。愿主想帮助阮，这个信仰的前辈，这个伫多元教会处理礼拜，也是阮教会遐伫做亲人。愿主你安因的灵魂，互阮搁外人按照所差的表来迈进，来跑走，来为主你见证。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调咱来行平安礼。
来，咱唱一遍吼。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好，咱来吟尾面的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恩宠，甲你相见，心内最好伫你面前，对主保会大地世情。愿你所要我命真理，在我心内结好果子，献出人海最好模样，因带人灵魂地球。我要是山求主赐福，困苦的人属因快乐，诚心因带甲阮同行，言行固执，永更你名。阿门。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平安上帝搬过一切人所想的到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当，甲恁三甲同在，对即时到永永远远。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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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要倒闭会。